弟兄姊妹平安，願耶穌嘅光照耀你嘅心。今日嘅靈修係喺加拉太書1章17到20節，經文係咁樣講嘅：也沒有上耶路撒冷去見那些比我先作使徒的，唯獨往亞拉伯去，後又回到大馬色。過了3年，才上耶路撒冷去見基法，和他同住了15天。至於別的使徒，除了主的兄弟雅各，我都沒有看見。我寫給你們的不是謊話，這是我在神面前說的。願神祝福聽佢話語嘅人。尋日我哋談到保羅，佢為咗傳福音，係同人冇商量嘅餘地。好，呢個冇商量嘅餘地係咩意思呢？即係話我哋堅持福音，然後就係原汁原味，唔可以改變嘅。所以保羅呢，喺呢封信入面，佢都講到話，為咗證實佢冇去改變呢個福音，而呢個福音呢，係純粹從神嘅啟示，然後佢自己花咗好長一段時間去沉澱。我哋諗下，對佢嚟講真係好唔容易，從一個迫害基督徒嘅人，到要同佢曾經迫害過嘅人一齊傳福音，佢自己個關要先過到。就算佢過到自己心入面個關，佢身邊嘅人點睇佢呢？係咪先？佢過去法利賽人嘅同伴，仲有包括耶路撒冷公會嘅呢啲教會領袖，呢啲基督徒嘅早期領袖，佢哋點睇保羅？呢個難題真係不斷咁嚟，但我覺得保羅真係勇敢。佢話我寫信俾你哋，唔係大話，呢個係喺神面前講嘅。呢樣令我諗到一個已經過咗身嘅基督教領袖 Charlie Kirk， 佢都係唔理眾人嘅唔同聲音，佢領受住神嘅話語，堅持去傳道，就係為咗佢所相信嘅價值，仲有佢所傳揚嘅福音喺度堅持。咁當然就引發咗好多爭議，而呢啲爭議呢，每個人睇法唔一樣。不過最近喺我哋屋企有個笑話發生，就係我問個仔話耶穌有幾個門徒，我個仔諗咗一陣，佢話有13個。我想話點會有13個？另一個仔就話第13個係 Charlie Kirk。當然呢個係年輕人之間嘅玩笑。今日嘅兩個例子，一個保羅，一個 Charlie Kirk， 都令我哋明白堅持使命呢，其實係冇得妥協嘅。因為一旦妥協咗，使命就唔再係神所託付嘅嗰個使命嗱，而我哋要能夠堅持得住，心入面真係需要一個好強大嘅力量，而呢股力量依然係從令我哋領受使命嘅神而嚟嘅。所以我就係一個器皿，就係一個被神使用嘅僕人。我想弟兄姊妹，你哋嘅心入面應該都有啲事情係你想堅持嘅，你亦會發現越係堅持就越難，難到一個地步。有時你會想放棄嘅，但我鼓勵你，當你想放棄嘅時候，你就仰望神，喺神面前尋求。如果呢個係神託付俾你嘅，係你領受嘅使命，你就勇敢咁去，唔好驚，神一定為你預備。為你預備一條出路，為你預備足夠嘅能力、時間、智慧，包括你所需要嘅所有資源，佢都會帶領住你完成呢項工作。等我哋一齊低頭禱告。親愛嘅天父，我哋為呢個禮拜嘅工作獻上感謝，令我哋可以喺呢個週末呢，好好咁享受主你俾我哋嘅安靜休息。我哋亦求主你保守我哋，無論我哋嘅弟兄姊妹係咪遇到佢哋心入面有困難嘅事、唔順利嘅事，令佢哋想放棄嘅事，都求主你成為佢哋心中嘅力量，帶領佢哋仰望你，帶領佢哋行出一條出路，等佢哋嘅使命可以堅持得住，佢哋心入面想做嘅事可以完成。對於嗰啲抵擋嘅聲音，求主你都賜俾弟兄姊妹智慧，等我哋有智慧咁去行，唔好被呢啲聲音影響到，等我哋可以單單嚟跟隨耶穌，知道我哋嘅使命
然後勇敢前進。聽我哋咁樣同心合一嘅禱告，係奉耶穌嘅名，阿們。